最近有個香港客戶問我預算大概就100萬出頭人民幣，想返中山買套3房退休自住，唔一定要住市區，但住落一定要方便舒服，有冇好推薦？我嘅答案係有3個板塊，值得佢去認真考慮。Hello， 大家好，我係 Josie。今日呢條片我唔講虛嘅，直接幫大家去拆解3個片區。第一就係沙溪貼住市區嘅星寶一帶，第二就係港口保利國際廣場周邊，第三就係西區彩虹片區。呢3個地方唔係中山嘅中心地段，但針對100萬預算想買3房，但又住得舒服、方便就手嘅香港退休老友嚟講，佢哋有一個共通優點，就係總價容易控制，日常配套有基礎，比起偏遠嘅郊區平價樓盤會穩陣好多。我哋先講第一個片區，就係沙溪貼近返市區嘅星寶一帶，代表樓盤就可以睇時代傾城附近。沙溪星寶一帶最大嘅優勢就係承接咗主城外溢，樓價親民，3房上車門檻低。好多香港朋友第一次返中山睇樓，第一時間都會去睇東區、石岐或者近幾年比較大熱門嘅新片區。但如果預算就係得100萬左右，又想要3房，東區同石岐區揀樓空間會窄好多。呢個時候，沙溪星寶呢一帶反而值得去認真對比。同東區石岐市中心比，星寶一帶單價門檻低成一截。對於香港退休買家嚟講，如果你唔想就係執住一定要市中心，就係想揀間實用、住得舒服、總價壓力細嘅3房，咁沙溪星寶呢一帶嘅性價比就好高啦。第二，呢一帶嘅現成生活配套一應俱全，本地居民多，商鋪、街市、食肆、日常消費嘅鋪頭全部都齊全，生活氛圍好實在。沙溪貼近返市區呢一度，比起遠郊地段更加貼近返主城生活圈。第三，呢度有本地嘅剛需承接，流通性都會有一定嘅保障。總結一句，沙溪星寶一帶適合100萬預算想買實用3房，接受主城近郊地段，追求性價比，又唔想離市區太遠嘅香港退休朋友。第二個我推薦俾大家嘅就係港口保利國際廣場周邊啦。港口保利國際廣場呢一片區嘅第一個優勢就係貼近主城北面嘅生活圈，退休住太遠唔係好建議，但近郊有配套嘅地段就值得去對比啦。第二，保利國際廣場嗰一邊自帶大型商場支撐返日常所需，嗰一大片區有齊全嘅商業、購物、食飯、休閒都有地方去。雖然唔及東區嘅商圈咁密集，但起碼配套現成，唔使話就係等規劃去幻想。第三，100萬預算揀3房，港口保利國際廣場嗰一帶好多樓盤可以喺總價、實用面積、樓齡之間揾到平衡點。總結返一句，港口保利國際廣場一帶適合100萬預算想買3房，想貼近返主城有大城商場傍身嘅香港買家。第3個重點推介就係西區彩虹片區。如果話沙溪主打性價比，港口又打城北近郊，咁彩虹片區就完全貼合返退休一站式生活需求啦。對於香港退休朋友，彩虹片區嘅優勢非常之鮮明，配套齊全，日常所有需求就近解決。第一，醫療配套夠貼心，市中醫院新院區就坐落喺彩虹片區，年紀大咗，小病覆診、定期 body check、突發嘅身體不適，就近有醫院就會安心好多啦。第二，日常起居呢一邊超方便，彩虹片區有彩虹市場、周邊社區商鋪、藥房、食肆、超市林立，完全貼合返退休日常生活所需。第三，休閒配套充足，彩虹綠洲濕地公園呢類公園對於退休人士價值好高，有冇地方晨運、散步、放鬆，直接影響長期居住嘅體驗。第四，小區密集，常住人氣穩定，彩虹片區聚集咗中旅彩虹、彩虹雅苑、時尚家園、龍光希寓、華潤人行、公園四季等一大堆大型嘅社區住宅。當
當然，彩虹片區唔係所有3房都會適合100萬嘅預算，部分全新高端嘅樓盤100萬想入手3房有啲難度，預算卡得比較緊嘅話，可以考慮一下二手單位，重點留意翻樓齡、樓層、裝修、物業同埋真實嘅成交行情。總結翻一句，西區彩虹片區適合極度睇重醫療、街市、公園、成熟居住人氣嘅香港退休買家。講到呢度，簡單咁同大家梳理翻3個板塊點樣揀。想3房上車價最低，主打實用抵買，優先睇沙溪星堡一帶。想貼近翻城北主流，有大型商場配套，揀港口保利國際廣場周邊。最睇重養老一站式配套，醫療、街市、公園人氣樣樣齊，咁就可以重點研究一下西區彩虹片區啦。最後囉嗦都要再講一句，100萬喺中山3房唔係冇得揀，但一定要識得取捨。如果你預算100萬左右，想喺中山買3房退休，唔知道自己適合沙溪港口定彩虹片區，或者想了解其他片區，可以 WhatsApp 私信我會根據你嘅預算、退休時間同埋生活習慣，幫你整理一份專屬嘅揀樓方案。我係 Josie， 希望今日分享嘅內容可以幫到每一位打算返中山置業嘅香港朋友。如果呢條片對你有用，記得點讚訂閱，我哋下期再見。